家家有好食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伟，我是英英哦。赵伟哥，做嘛？今日做乜噶？今半日爱做的是米。米，我爱吃东西，我不猜米。哦，上面定案我已经差唔多。都是有啦。唔咩啦，你睇唔識咯？嚟講係米。哎呦，講開了咯。我想講，我想講，我咪學一下。好。做得麼？做得。要爭麼？要。我講米當重要。你講客家人講食飯，米飯當重要，冇米飯樣辦食。豐收的代表，肉盤好食，肉力就代表呢，你今年啊，營養會當好。哦，農業時代嘛，你睇下食到飽，真有力。唔過啊，時代的進步，時代的進步，時代進步，大家哦越來越夾，腳步越來越夾，嘛該都求快速嘛，所以很多事情我們都填不用睇嘞。比如講傳統手工的東西。哦，傳統嘅東西。米食做嚟做乜嘅東西？米粉啊，板條啊，韓國發板啊。還有呢？還有風板、菜條板、糊板。哎呦，還有乜嘅？客家人又唔記得糍粑。哦，錯。係我最好食的9層板。哎呦，一層一層，又甜又鹹。好食好食。古時候講係點啲啊？一聽我介紹啲米食的達人。哇！最喜歡了，來了，肚子又搖了。我分享今日米食達人陳淑琪還有翁文耀，分享兩公婆。大家好，係最後嘅來賓咯。一面東西嚟來食，一生係來食嘢。來，你係做菜來米做嘅？唔看，一出嚟辦正經出嚟，純真菜來米。手工做的หั่切的，หั่果蘑要หั่好食的，大家明明就好吃，為什麼หั่果蘑？那果蘑都好吃。你像我知道忘記了哈。要菜米做，你要懂事，你做傳統的東西。錯，聽係第一擺吃的世界啦。菜來米、糯米都分唔清楚哦。糯米用糯米來做菜來飯，做到野果樣，捨唔得。後邊人嘅心講，啊來好啦，老人家來好。哦，就讓老人家真正來學了那米食。跟你差不多花幾年時間學了個傳統的手工客家米食啊？差不多2年的時間哈，你阿問該問，因為你阿大個，即你阿老幫咩北坡啦，什麼全部的線上。很好，幾時會到你講？幾正經哦，哦，先嚟做菜，先做乜嘅？今日來做太半夜。哎呀，我講，量實記啦，其實咧半夜變高一條喺度。我嘅懂嘅。所以飲下度，今日半夜有乜特色啦？半夜的特色哦，太半夜是在客家米食地圖啊，清山珍海味，清肉食的。那個你公園高見啦，反正一天有吃嘅時候有偏神明嘅的，有皮糖，有豬肉，嗰老配洗了的，有創意，有上，又做出來山珍海味，連糖有肉啊都有。後來唔好講，繼續嚟做，開始。先準備乜嘅？你成日切香菇。今年做客家新球出來樣型哦，你看老公你冇講啊，開始做，愛切香菇。cái cộng đồng cái Thái Bản人用乜cái除了按到料之外，用乜cái故事嗎？台灣人的故事哦，我想到跳過成嘢嘅國語10天，你知道哈？上到唔係講故事，即個係心酸，你知道？哦，木豬會跌下來係嗎？你都愛說扮演哈，甲表演啥阿叔阿伯國語10天啦，今日係讓人提出不炸啦，開用的啊，就係生意一碗扮演啊。哦，就為到解粵文扮人，就讓人做事。做義工啊，看到你阿伯咩叫煙囪少年啊，要煮東西啦，就點心來咯。哦，所以你還有能力也包下多的。你係出世就出沙皮，影響到出來了這個東西啊。所以講還是人來轉來，你啊因到因事情，動手是都按傳統的東西啊，也講建設出來在地食材啊。
哎呦，吃当季赏现实，就是。哦，韓國你講你煮菜嘅，唔係用牙絲咯，你講你用乜嘅煮？你要講我變少嘅，我係上山鹹炒啊，鹹炒轉嚟用小炒鍋來煮本件他食啦，也唔係講磨青，真係就講譬如講小炒嘅味道啊，是說就是感觸動徹嘛，就是上山牙絲鍋你唔可以點，因為小炒嘅感覺啊，變是咯。煮係冇窮樣，你煮嘅東西，你喺度做貼喺度食。你唔係硬嘅，你係傳統嘅面食，然後佢煮出來。係錯。哇！你又有加啲嘅乜嘅？一個包鳳蟲條哦，一個包鳳蟲條哦。我繼續冇窮樣了。有冇窮樣哦？繼真正冇窮樣。有買冇窮樣？唔係煮油嘅哦，係用鋪嘅油嚟做嘅哦。哇！係，我買冇窮樣係啦，鋪嘅油做嘅嚇，鐵米條。一定要是有點配嘅哈。我有海，我有鹽。兩樣咧，因為一薄嘛，可能唔是咩燙熟，因為就要再個煮嘛，嗬。你生落嚟加乜嘅？我加羅皮絲。羅皮絲，你羅皮絲嗬，你係羅皮絲係講。有細膏子出來。哦，細啲切。切膏子講，而家他家食嘅時間較唔會，用奶唔會痛。係呐，嗬，較好食。哦。哦，皮凍要香咯。係，韓國嘅蝦米，韓國香菇嘅香梅。係哦。那扮演哦，因為只係要 Q 要爆，當好表現啊，唔好多講。係啦，多講啦，所以嗰啲一來一模然可以做呢一種東西嘅。誒，你講正經吼，冇多講，很正經冇好食咯。哦，好，你用啥轉去故鄉安住嘅？6年有了。你本來用啥喺鄉下啲公司上班？冇，係咩啲台北嘅轉來。哦，很正經哦，真的假期隨機下。你入門講你不用很讓你轉移挑柴燒火嘛？很啊，不過因為挑柴燒火全部愛做啊，你懂嗎？哦，該做的啦，好啦，煮就好了。哎呦，那這樣可以。那種炒了均勻，還有這個。它需要還要再長一點的時間。還要再長哦。對，因為一定要讓所有的料都變到香，那個香味出來。哎，這樣懂哦。夫妻，你芥末要冇去炒，你真叫大家訂嘅都市凍料。我朋友已經準備好咧。你好權數呢？準備你奶酪拿啦。哎呦，你要做吃做些工啊。係啦，你要做示範本，睇下觀眾朋友看哈，你要過上所以挑勝不用你係炒過嘅風葱挑。哦，這才是畫龍點睛，它的香味就是那個白出來。對，好。安尼煮你做好嘅料吼，啲料味。我攏講，我以前啊，我婆爹煮半年時間，係有料，我做成裝一碗飯。成因那呢，出麻煩，成邊旁邊，已經差唔多好嘅，哈。好，來。好來。阿優哥，你好，當少年要正經去做扮演賣片咧，較多咩？哈。錯。賣片咧，以前我記得阿婆係賣齋輪麵，而成麼？你也太扮演係糯米，糯米，做一兩係冇？係。糯咯，邊醬，邊醬用石頭炸，嚇用拌開係。我講出嚟按樣形，細細嘅件，喺無人傳下去，人家我唔掂。正經兩三兩個當咁痛嘅，沙來咯。你沙味煎鋪啊，你要有脫水嘅做下夾。哦，仲唔是用石頭炸？完了，我暴露我的年紀。還要酸河。均勻上啊，比太細來中央啊。哦，包扮演係功夫呢。你也差唔多講結構。先大火，先做清火，最好。最軟最好包。要新歌內就扮演，包一隻扮演要幾多時間？冇呢？冇哈。就運作啊。真嘅哦。好想要計算一下有沒有代表。今日煮愛滾水咯哈。咁呢個煙蝦魚凍應該片啊。係講定一定要安排煮是，如果煙蝦會指定一定要煮嘛，改本一定要什麼？煮嘅香海嘅煮雞哦，煮雞哦，係。哦。你啊扮演龍媽啥好？媽媽也係阿公阿婆。媽媽阿婆。阿婆嘅是靠回憶記憶一路傳轉來。
我妈妈啦，我隔壁邻居，反正共同人会搞啦。其实遐人吼看到因伫咧做阵啊，哎呀，一样来搞，喂，咁会搞。带种它出的好处，我拢讲莫嫌弄人家啰嗦。有上次韩国阿叔去啊，安尼包做唔得都有枪冇？有懂枪，我做得去做戏的吼。做得。好了，等下你见包看到吼冻酱。包啊水滚的，你等下出来煮，等下转来看，你糖怎样慢煮，莫这块，先让他扮演啊，咦，我扮演咯。好。哇，做好咧！cái沙嚟做乜噶？嗰個？你要再炒派頭，糖條嘅哦。那先來切香菇一下。好，香菇煮湯籠包嘅馅料有共樣嘛？一隻係切丁，一個是切絲。哦，好。幾薄係乜介意？兩薄係皮糖。冬菇肉介哦。同哦。哦，我看到阿優哥，佢是同了。阿優哥，你係乜啥煮？我不用做。煙香。你用啥用下啦？嗬，煙香。三層用咩？哎，錯。嗰兩肉係炒到乜嘅倉庫？要炒到因為金黃色哈，因為酵米啊會出來啊。哦，仲用就係係炒到擦安樣。哎，炒。羊肉。犬肉比炒得香。炒得香。後生嘅朋友一天嚟學起來。人家去那邊學呢，你家家有好是最好嘅。有樣，真的客家料理啊，客家米色的東西啊，真的真的出客家文化精髓。係哦。你講呢種東西融合哈，連客家人都唔搶嘅。哎呦，講到啱嚴重啊！你傳到呢？睇到講佢發2年嘅時間好多。你今日去傳到。日本磨到1點鐘，做咗個福建傳統嘅米色。對啊，呢種東西啦，就那個莫嘗試講啊，兩萬人啊，即係呢，係呢人很好嘅清涼好。酸條米吼，咁樣切。其他就全部不用去高湯底下去煮滾去做得嘞。以前肉食推出來用去哪？做馬講食一餐飯，喂，下當煮食飽誒，下煮出去先去做。我做誒，係啊。你係人，係負責份真件當葱腰呢。哦，扮演一定要負責份。一天都負責份啊！我講拍啲毛搞唔怕，負責份嘅。佢要椰菜啦，你睇仲係蒙咩椰菜啊？佢唔係唔咩椰菜節，這個係上嚟煮扮演嗬。唔咩椰菜季節啊，做煮到。有了水滾了。哦，水滾了嗬。都得拉一下哈。拉一下就唔會痛誒。好。看有這個東醬。太細隻芎藥。為什麼我們要說它是白玉？哇，拍肉，精算過的。按做醃蓋哦，做得啦，做醃蓋。因為佢門口嗰個。哦，旁邊的油湯做準備好。準備好，大家都打過去就做到。哎呦，我當期待哦。我哋啲男裝要做太扮演啦，對吧？我哋要開呢隻課程，做 DIY 本人啊，而家裝咗嚟學嘅，本日嚟學。生嘢帶啲嚟學，安尼其他的未來啦，那至少傳承的還冇忘記啦，安尼。看，那個來，這個蔥好，還有乜嘅芹菜，跌落去。韭菜咩靈魂？一天愛我講客家韭菜啊，對當道菜都變係一天要加分當道啊！哎呦，抱起來咯！皮糖滾咯，加香菜，加香蔥油，香蔥油，就係用嚟土改日種出來的。係哦，哇！加這個就再多一點，再多一點。好，沒問題。我試一下。做得嗎？哦，很好食咯。大家講，所以就是看人哋煮東西。我就想講奇怪，太嚴重嘛，做得神聖，做唔定係神聖。我說那種期待的心情，就像現在一樣。其實掉落去差唔多誒。做好誒，嘿。哦。那加啲香菜誒。哎呦。香菜不用落去。催眉，一天唔走。好來，好冇？哎，這樣算夫妻合力同心啦，哈。這個料也咁冰啦，係啦，哇，好折磨哦，味道就在這裡。來，別好了，聽下嚟什麼嘅？客家太扮演。
拍摄咩？客家本色。哎呦，很强哦！哎，唔是去嘛个健身房，看那切，哎，里面有蝴蝶袖哈。係啊，同山歌對吧？冇半點錢，三忙灯下來大半夜。看我做，哎，你也創新我創啊！作人。五行呢？我談過五行蔬菜，沒有聽過五行有分水。哥哥來試了，來搖哦。我講啊，是扮演啊，一天顯色頭。我又唔係哦。哎呦，我成牛腩啦吼，落尾是邊攪，就出來呢吼，哎，攪一下來睇啲。但係差唔多，超過5年冇食過安尼嘅面線。那皮有 Q 哈，當 Q。也做迄即家用精米落去做的皮，留給年年都不做的粉的唔要。啊，鐵白是到地擺都有嘅落皮絲。係，大家啲講啊，杭州嘛，切到按腰嘅，這樣唔會黏，這樣唔會嚟當蟲。係，山珍海味哦，真勁哦，真的啊係。你是都唔會講白哦，一見講係邊啲啦？你嘅主持人我唔記得啊。安用應該扮人家做在食5兩。我知道講，唉，董大餸冇嘅乜嘅，係咯椰菜，椰菜，後生椰菜，不過，你啊，真嘅是下去有層次感，用都市式的全冇共樣，係啊，從本來我哋讀書嘅時節啦，喺舊年嗰節啦，嗰節啦係講魔法圖章起伏下一些。其他我以前就是找不到這種味道，係啊，用半是新的，你客家應該扮然，只有那個感覺，但沒有那個味道。我咪唔敢，你台北吼，心都按好食來扮嘢，用我想出來，即個我卡，係啊，其實大家家庭就有安尼味，個人的味道。真嘅，繼續人自家客家人嘅面絲，嚇，唔過唔看要個都市有哦，我攏講，有啲人吼好是有飽嘅，有啲人吼。好是甜，我講我可以先大半年的時間，我煮鹹的，我木下面煮奶好是甜，其實我為我準備一碗甜的，做甜的嘛。我今年去泰國準備，哎，唔係泰國，有冇香樣嘅哦？係泰國係開下來，冇香樣乜嘅東西？有銅錢啊，銅錢嘛？你，牛溫水，係，乜有年嘅講係牛溫水，肚臍嘅臍啊！係，哎呦，我叫我考一下哦，鹹嘅做完後，甜嘅咩做下好？睇下好，我要做創意嘅哦。係哦，過嚟看一下創意。係，好。六銅錢。阿幺哥啊，我講吼，做甜嘅哦，真係懂花俏。做甜按到寫做嘛？你有乜嘅東西？你也知道我講，你講客家做嘅傳統，你要來創意啊，創意，而且你還沒色素哦，你要全部天然食材粉啊，我不用來介紹了。哎呦，很強啊！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五行？是的，沒錯。哎呦，哪五行？我很行，你很行。然後我們做會哈，你喺做會，你喺我們用養生竹炭，天然的抹茶，對，薑黃哦，你要下凍到你愛食嘅，對，它吃的對身體很好。再下來是甜菜根，對，甜眼的嘛，甜菜根紅紅的，對，我們不用色素這樣子。記住講乜嘅？牛溫水，很多乜嘅？五行入湯匙，就銅錢，哦，嘅開出嚟做，你兩個做好嘅嘛？吼，睇一隻色冇記收到。哦，對啊，白色咩？客家本色。哎呦，很強啊！真嘅客家本色。來，跟住點做？你兩樣做好嘅嘛？竹炭，還有綠茶，嘅呢個用飲色。好。聽見咯，你係唱歌嗎？同山歌對吧？冇半點錢，三忙燈下來大半夜。你看我，你也創新啊！創作人呢？你牛腳啊，大家牛腳。牛腳色鐵條幾多年？哦，咁樣嘛吼，扮演做飲色。龍太家講，叔伯阿妹講吼，你唔係人講嘅哦，你係甜言嘅吼。
刚刚都有竹炭，有绿茶，有姜黄粉，还有刚刚甜菜根嘛。对啊。不过，你 NVIDIA 是东西都强调均衡，五行嘛，金木水火土。因为你呢，你都只有吃铁吧？我吃饭。好吃饭。对呀，我讲我主要是最好是米呀。其实我们做五行也是因为讲哈，我后生人哋讲。你的传统，有按样嘅东西，你喺老闆動手買，真嘅東西啊！你看到翠豆嘛，見到白色、粉紅色，跟粉紅色係呢有一點食用色素嘛，它唔好啦吼。唔講係細細時節出上去，看到有色嘅扮演，就一見到頭。講拍可唔可以講乜解？咩啊？講風嘅係唔好啊。哦，風嚟講應講咧要下色素啊，要應該也唔係啦。總之講吼，應該冇按唔好食嘅東西拿出來啦。應該是唔過肯定係食下少得一樣啦。真正會用嘅話，不較會用啊，你就用甜菜根去做。現在食啦，冇長根去做按醬嘅食，唔過因為很要安尼感覺出來啦。應該而家片咧，嗰個出來煮水啊，係兩片要煮滾水。其實咧牛滾水，講起來咩伊簡單啦，係嘛？有樣，你簡單啊！你要講到頭嗰年吼，頭嗰客家先叫三忙咗呢，我思田覺無啊。係哦，你在做太扮演按度講啦，就像講實條嘅牛滾水的錄糖起啊，攞下鹽搭下邊，你下一隻肚子，然後就在實條嘅以前咯。乾和思甜啊，嗰度下豬頭食點心，係講起講食點心，個就係食到米啊，就會那個飢餓感就會暫時解除，它就力氣做些咧。其實一夾吼，當夾啦，那當厲害，台灣人當厲害，一張米嘅東西就會變化出暗度嘅東西出來。以前也唔是去乜個健身房，看那切，裡面有蝴蝶袖哈。係啊，又有力氣這。啊，一個人是要動態上哦。其實吼，當時阿爺哥出來先，我要學一下呢。有蠻講，因為我哋要第一搭嘴鼓啊，香港前些留人些要搭嘴鼓，佢講法些是輕聲細語，用啲講到啲專門的專長的話，動入力咧，講話中氣十足。天氣呐，你阿種老公最好，鐵漢又有柔情。跟住門一般用詞都好嘛，你會扮蟲嘅東西。哎呦，腳踢下叫做啲個做乜嘅？係其實我看到董角雲咧，做得咧，係圓咧哈，做得咧，好做得咧。先做一扎，7年都熟嘛哈，還好哈，因為我們有弄落去嘛，給塞住看嘛，就定住了。對，好，所以你係沖水，沖水，木桶好簡單哦，用咩講？不用溫，咁慢吼，自家做誒。自家溫要煮3個小時，3點鐘用啊個米落啊。3點鐘。好，給你加落去。後來你睇攞吼，煮安尼簡單攞吼。係煮攞啊鹽打那邊。哦，攞啊鹽打那邊，起米隻肚臍。係起米隻肚臍。一片之後嚇。一片之後。你肚臍有個典故所以樣，那夾啦起嘅時候。溫到糖水比你度，都有200度。哦，安尼按到牛溫水，所以我想到啊，看到牛嘅啲比同安尼溫來溫去嘅感覺。好，起碼去，這個安尼起碼去，有冇？出喺肚臍。好啦，你講糖水啊，我煮3點鐘。錯。薑麻係烏糖。哦。我慢慢去煨。做唔得太火啦。係做唔得。3點鐘哦。我真講很簡單，不過3點鐘已經了。什麼嘢哦？成啲屋卡3點鐘過啊。切薑麻、細薑麻，佢沒有包含在裡面的。關於中薑麻，我睇到嘢。哦，中係哦。好啦，強勢的綠茶哦。那所以真係有現代跟傳統的結合，對，你阿啲老闆那也所以都按你當甜鹽又有甜菜根啊，又有薑黃粉啊。講好，其實講，當然講推銷我轉去種下，
聊，其实来就聊，喊喊冇喊呢，冇强样我这底下那算的理想性啊，做这个理想，咱们讲爱看就定呢，在很易走。最近哈，大家不买是错。挺明显的。其实我们做五行有嘛，我们还吸引年轻人的是，嘿啊，你看，都是传统的东西。大家不然冇想来做，不过看到安多生啊，都当上来搞呀。好，本来做标讲去吼，用太佛也系，用太佛哈，还生意哦哈。五行有分乜嘅色啊？成咯嘛？冇分，香样。香样哈。哎。哇，安尼冰上伊就冻浆咧，咩厉害吼？还要厉害。哇，这条味又系哦，算起来天间的阿姨啲个煮糖水，一定咧好食咧。真嘅。啲下凉茶乡下安尼工作啊，有感情有比以前闲啊好嘛？差唔多出来呢，好咩好多安尼啊，系啊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凉茶啲做24小时强下吼，来讲做啲事情，一定有冇同样的想法，会有争执的时候。其实要没有争执的，这是哦，互相把一些意见切磋哈，希望越来越好，一直往上走，一直进步。会讨论呐。因为客家米食虽讲是传统的传统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有新的思维。传统中不思改变，可是要提升它的感觉。阿弥陀佛。一般你古早的吃法还生椰嘞，还是蛇味？蛇味。哎，哦。啊，我的店面好像有些本呢出哦，你还创意中的创意。哦。哎，其实东姜呢吼，东姜啦，煮起来就差唔多差不多，大家讲起较碰到诶，就说嘞。五行呢，我谈过五行蔬菜，没有听过五行有分水。哎，所以你系五行系你哋自己上多诶，然系讲自己上多。哇！所以我们自己一直说之间的意见的交流啊，就是只是不能你的产品往上提升。嘿，哎，你看煮起来哈，就差不多了，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泡起来係咪就個種哦？佢把它種開始咧。哦，佢愛成種呢扮演，一係成種糖水下好啊。你講，等下你要大個去注意下。哦，要大個去注意下。係注意下就講好，本來你個扮嘅比較適糖。適到加糖。適加糖水較好食，唔係講啊，你適糖就糖，啊扮嘅就扮。我觉得客家人还蛮厉害的，所以说真的懂厉害，他能够一个东西，他能创造很多的。对对对，不用，对。所以啊，Andy 改的客家美食啊，真的是大家一直都觉得很赞叹、竖起大拇指的一个食物。哇，你看到温水哦。印尼客家人哈，可以把客家用很平凡的食材啊，创造出很不一样的东西。真嘅，但係必注意下就好誒。所以你係用細火嚟滾係嗎？差唔多。要注意下就好。一嗨哦，一嗨錯，一嗨哦。誒，做對了哈。做對了。好來，一同樣哦，還有個。好來，來裝一下哦。好來。你要裝了吼，你要肚臍口啊，要向面當。哦。真係碌糖匙。按你個糖水多嘅一忽啲嘅吼，打飯條再加落去。好。沒事。五行哦。五色。哎呀，很強哦！來。冇飯條就沒落糖匙。就沒落糖匙哈。哎呀，好嘞，做得嘛？做得的哈，你用功課，千萬不要拿。來，看一下，用大家講，你按到乜解？碌糖匙。
啊，碰米哦，哦，碰米，因为他们想陈阿姨做个碰米咯，对嘛？將佢做涼散。哦，它是就變馬開色，青蘋果，青色的滋味，很多馬開紅配綠，真美麗。哎呦，我就你好聰明啊！哦，有沒有戀愛嘅感覺嘛？我想起就叫我的第32個女朋友，太幸運哦！台灣要台灣色。哎呀，幾個話色來啦！糖醋，哎，我真件糖叫模式到，我講我要模強啊，弄披薩模強，我成色強嘛。哦，我呢個講嘛嗬，凍香唔可以辣，很香哦。哦，呢個無糖嘅米絲全部裡面都得可以。而且啊，你們唔攀的吞下去，你知道那種感覺嗎？現在時間是最後的東西，想要多咬幾口，別人都吞下去，哎，我很脆。來試一下，我試的係綠茶哈，哎，兩個自家做的，你看，哦，我自家的米絲，便。哦，我寫了係甜菜根，雖然我食唔出來個甜菜根解梅，不過食到是安心的感覺。韓國呢，呢個 Q 度就彈牙，係啊，好好吃，都好食。我們的那個黑糖，我們是給客人主要知道說，啊，你也要吃到糯米的香，糖漿的甜，哦，然後加了要食，你看佢唔會嗆太，你糯米的香氣。啊，香港綠茶，你那種當唔會嗆食材米絲的東西，你不用了不了，我應該食到米線哦，我加試以後，我跟講完全不會搶，而且我們的綠茶反而襯托出那個米香味。對，我覺得有一種好像到了日本，唔過有當像第一本的客家種的感覺，適合當好食。韓國有個倆五行不同起哦，吃完就覺得客家人好行。真的，好厲害哦。是還有，就是這種哎，是這種還要有力的，做得做些哦。唔講，按好的米食，你按到主廚，那湯馬晒來搞流一下。啊，那就要挑一下嘍。好啊，我想想看，你嘴煮應該。來算一下。該不會是他改羅姐吧？秋黑雞，哎呀，那分享給出來了。好，分享給仙女主廚洪月長主廚。哇，洪主廚你好，哎呦，才幹好。哎，你看他那個表情。哎呦，哎，很有氣勢哈。天晴哦，行開啲，行開啲。哎呦，我來開玩笑，開玩笑。同期看到啦，還有該台扮演。有，係看到咧。面吼。哎呦，我攏講我從一家店行一食，滿記都啲咧，從來未看到嚟。有嘛？有壓力冇？係有壓力。有壓力吼。係，因為佢做當好。係啊，佢都帶嚟做乜雞喏？初戀嘅字面。哎呀，唔愛聽，所以唔愛聽，識做好咧，識做好咧，好嘛？哦，你沒講你初戀的字面啊？他可沒有初戀的字面，你幹嘛？你嘛，冇嘢㗎，冇嘢㗎。妹妹，要熊大咧，用下嚟做一下初戀字面。好，係啊，來。初戀的字面係乜嘅字面啊？就係酸酸又甜甜，酸又甜甜，你乜嘅？而家客家話要講，那想下，考倒我了。桑葚有蠻，桑葚有蠻講，酸的啊，酸的啊，酸的咩芒果咩？sehr酸的。好了，桑葚啊，呀，桑葚呢，它是有一個很棒的故事，你知嘛？因為媽媽種嘅，係去摘進來嘅，冇瀉藥嘅，冇瀉藥嘅，係啊，你看我來用煮嘅原汁原味，好食呀。哎，你啊，一件係打那個果汁機打過嗎？唔是，唔是啊，你用熟嘅做綿。嘿，唔係啦，係你帶下啦，因為做果醬咩，所以打過好好食。哦，有冇有戀愛嘅感覺嘛？我想起有叫我的第32個女朋友，太幸運咯！佢哋咧台灣式，矮些講啲，所以冇係上到當當嘅。嘿，然後呢，係攏講啊，你睇愛攏給果子煮，知嘛？給那個汁，你拿來搖誒，很多純的果汁。然後講，你睇唔是講就食掉來你凍，我來煮煮嚟培養。他家食比較啲好食冇食，嘿喏，來。
因为改做出来的东西，跟原汁原味。田野呢，就像地条加做都空气一样。是到看有冇解感觉，然后拢来讲。好，还没讲哦，是到全部自己做的哈。然后讲，其实啦，这个有很多的应该讲维他命 C。对。好，可以抗老。对，冬天係適合純咧，中意咧純咧，中意就會用來。用汗料色喎，用來，羅姨，這個用你就來啊。係咪來？一扎就用你來啊！來，試試下。來。對啊，一下來做你的小點心。拿出來，唔怕，唔好客氣。哎，唔是客氣。是這樣子好食唔好食？哎呀，唔知搞什麼？我還沒試下哈，來看有初戀的滋味嘛。古時候啊。講講配啥槍的東西有痛，只要顯示呀。冇啦，講下食到當歡喜哦，好。然後呢？有嘛？有。好棒哦！哎，來。一定出啲冬天。樹總啊，你聽婚結婚的時間摘紅包啊？好，沒有，有幫啊，有準備嘛？有準備的當然都在不用過來。真緊哦！來。新米哈。好，來，給啥來看，你家加個準的果汁嘛，你倒掉落去。跟你在合作無間哦哈，還有戀愛紫米哦，對嗎？來看一下哈。好，看到哈，給它大一看幾位，看到冇？講幾位噴出來。好，係咪講呢？我唔會講。哦，容易打痕啊，散掉。哎呦，站你啊，散不倒過嚟。唔係。你看，就是你都講要扮演為了你那一口，細咋的，對嗎？因為初戀嘛，哈，天白見面總唔得太後生太扮演。好，同時哈，都兩路誒，同時砸同架，哈。唔過你係社會也是人嘅呀。基本上弄出一嗨哈。哎呦，看好貼心哦。這就是初戀的感覺。對嘛，愛你哦，用擦傘呢。其實因為倆注意住他宿的會，給他你用冰鎮溝。你們兩位是初戀在一起嗎？你很會問問題，這很重要啊，凍蟲膏啊。我本過來應該這個是要讓我們初戀要降溫一下。你看，阿幺哥很會啊。佢排四啦，都唔講啦，唔怕難看。所以咁講，阿幺哥一天偷上啲時間，當到什麼愛聽？冇呢。你俾唔追啊？把你踢砸！按獎誒，哇！按獎誒，你看，不足太累，全部都按獎啦。其實鋪起來就做得係冇，比較定。愛碰一下吼，咁啊，你下講完做扮演來看你啊，碰起來。哦，碰起來講價。陳阿姨做個碰起來，係嘛？主廚，你做過很多嘅食材吼，對了扮演有特別的感情。當然有啊，特別弟弟我，特別阿媽媽，你都嘛該節有用到，講嘛該也會用，天貓也沒會用到，係咪？過年咩元宵節會用到啊，也攞扮演，特別攞扮演，鬼下總頭就過來聽書呢，因為有家用嘅，冇有加油嘛，我就那種感覺哇，用就記得啦。好，攞扮演嘅時間講。隔壁零三白發，你拉肉，剛提案有完事情，你阿冇咧？拉肉，他大東西啊！對啊，同個同歡喜我知道咩？真的那種感覺，也冇咧。你下冇啊？主講嚟一開始講嘅咩？你下上邊啲進步嘛？哦，做歡喜來嘛？有沒哈？你老闆娘這樣對對不對？好，你看啊，你們樣啪啪同講，係哦，金金像珍珠一樣嘅，好嘛？看，按海老公做出嘛，金黑的。哦，對，冰鎮一下。等下較 Q， 純米的老，因為做喺冇強樣。跟你用馬種。好嚟，有冇？哎，做乜嘢？細心嘛，我有阿幺狗懂細心。有，你都記得飲湯嘅時你懂。雙手捧着哦。真的。對啊，我下巴上我就會試下，上我會試下，冇去會試睇樣嘅，冇問題。哎，你很浮誇。真的。生下來做乜嘅？盤你拿來。盤你，哎，那真唔懂我。嚟，夾。哦。係咪？拍下要加了色下醬。你有這種縫色嘅概念，就像你食糍粑嘅時間。溫飯嘅貨。係，咁樣嘅道理係。係咪當正？係咪佢哋咩都嚟做 DIY 你嘛？好，看。可以個嘅，你嘛，將佢做兩三。哦。它所以就變乜嘅色？青蘋果，哎呀，哇！青蘋果綠，紅色咧就嘛，你係乜嘢色？也係有一啲的青色的滋味。很多乜嘅紅配綠，
真美丽。哎呦，我就你好知道你要说聪明哦！我发现你们两个很配耶。哎呦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都结婚了哈。哎呦姨忙要结忙安啲，本台見本嘢嘛。哦，我上次年蠻加嚟呢。我觀眾朋友冇一疼哎，你看，圓潤潤，知道嗎？真嘅當香嘿，哎，圓潤潤，都而家都冇調色好了。還忙做的是你看呢？你看下，你用做下醬。好，來，你要一勺嘅，也有一勺嘅哈，嘿，要一勺嘅醬汁，嘅呢桑葚果醬，哎，做得嘛？用落去。哦，我啲啊做過，嘿咩？哎，懂優秀哦，啲嘛。来让对熊都性感新的米食了。5个恋人的滋味。你刚刚不是5行有温水吗？对不对？5个恋人的滋味，把那个颜色弄回去。你要開始嘛？跳唔到嘅啦。太好會做戲哦。沒走戲，我講你要拿5個戀人，對嗎？啊，你看看，這就是羅英信你在想什麼？你看呢？我覺得很棒，不然想一下嘛。那5個顏色好好用一下。因為叫15個戀人，比如說。你們可以做一熊大咯。唔會啦，唔會啦，我老公湯姆是黑巴啦。這個不要上字幕哦。我們會上字幕哦，而且我們會剪成花絮哦。差唔多，做一批幫他很到誒。哎呦，愛他講的誒。很強哦！我們幫你的扮演就會上手嘞。上手，跟上好了扮演，用扮演呢？來，畫龍點睛。畫龍點睛。哦，不用手藝哦。哎呦，會準呢，用該是。哇，紅配綠，真美麗。很會，很會哈。有冇？哎，我講哦，你看，就說這種東西，像周玉了，有冇？聲音沒懂好聲，他也沒懂好聲。哎，我講啊，看我都唔攀的色咯。美美。我等下看馬間唔冇？看馬間。你先講做得，還要講，你講做得。拜託，乜嘢講做得？唔主講做得啦，不講啦。那大家還唔刺激一陣？還有蠻多啊，有4條可以4條。我想講你講本嚟。好，等下睇中意，倒落去。嚟咯。來啊！幾個？我多條呢嘛。係咪停出停咯？停。好。好。還有最尾一隻。最尾還有關係啲嘛？還未上來。係嘛？你懂關係嘛？我看你，你還冇減重。唔好咧，呀，最重要係睇素腿嘅。哦，睇素腿啊，然後最後一隻步驟啦。天啊，一隻素腿。一隻細細嘅動作，不過咧，可能我們的視覺效果就更佳。你用啊用啊。唔怕難。哦，用，好難，可能係。最尾哈，我阿要講最重要嘅，最尾100分本咗。係啊，咩攏講？你知道冇？你戀愛有送乜嘢喏？送乜嘢？送花。一定要一束花嘛，冇呢？你的哎呀，為啥去？係啊，哎呀，哇，撒花的感覺，你看。天女散花。哎呦。樸樹。啊，看有講冇？哎呀，做好呀。講啊。你來到菜，煮的那紫米。你係食用花草嘛？係。懂安全，懂衛生。這你使用花係冇？電視佢有痛冇？哇，蠻細聽咧。係你做得啦哈？都得咧，看。哎，你全部轉到處理紫米。有嘛？好冇？有嘛？專業。專業個嘛？對，愛紫米哈。佢講啊，冇得嘅，我講大空調哦。講我來先下處理紫米。紫米。創新中的創新，現在在創新中的創新再創新，來吃到有無限的可能。請看一下老婆，謝謝你。哇！沒有改善。反正眼神就一比天啦，吃這類的東西榴彈還會引全部底很油暗的肉的東西暗後色。客家男人本來就是嘴巴比較不甜。哎呦。對，因為我們家老公也愛用呀。
夹来生哦，爱生值钱呐，因为我拢讲阿爷有国刚也讲过诶，爱吃一下，哎，你全都用啥处理的时间？你得排谁嘛？哎呀，你想用的来吃啦。你想用来吃？你搞给，用数，拿起来，你搞给，你想要跟我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要啊，没有啦，一定少来拿一张来呀。来哦，深情看一下，哎，深情看一下，老婆，谢谢你。哇，有改善了。我讲公平，帮你亲牙老公。黑美，好，你看，老婆就非常的我们的翁老板比较害羞，我们只好自己吃，回忆我们的初恋。来，软的感觉。我讲，这变的一含含，对，酸黑香肾，然后软 Q，还有那个能够解腻的那个擂茶，对，太棒了。然后讲荧幕上讲。按简单变的扮演天天，然后设计的姿势有5种以上的感觉，还有嘛个食用花，食用花这个东西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基本你要扮演加一张无香的花香味，对，来做动厉害，用版的想法本做出按特别的东西。我们可以中式也可以西式，来做上头俩都那个什么初恋的滋味，因为小小的就为了你那一口。其实它可以走入我们的国际化哦，行业全世界，外国人一定很喜欢这道菜，真的。我希望它能够当大家很喜欢，容易还给。那翁大哥，这个有启发到你们新的灵感了吗？有哦。对，要上网单位哈。很傻逼哦，你用你的东西啊，那种初恋的感觉吗？对啊，有嘛？好。那你要机密哈哈，这位哥好来机密哈哈。来香港，大家创新中的创新，现在在创新中的创新再创新，来吃到有无限的可能。有传承无传承一比四，只是把那传统的秘式啦，我们留下去传下去。不管味道嘛个，反正人生就一回天啦。只是那种东西留在还有人全部底下含有按的肉的东西按好色。这不用了，你就嘛按多年下来的哈，看是按坚持，好不管做了，还像你对你的感情那种坚持。哎呀，好，你妈发力高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来打一把，做戏就感的。哎呦，我痛改中的嘛，用高分的紧紧。我讲还有小朋友，今年做戏就感。就讲他讲伊的紧。不管他觉得他跟谁来走的安都不简单，因为客家男人本来就是嘴巴比较不甜。哎呦，对，因为我们家老公也安用呀。好。你还唔要讲老公跟男朋友坏话是？后来讲正经的啦，哈，沈梦哈乐长老师带了暗后式的这个完全是超我们想象的甜点，对，跳动。看沈梦两公婆，好冇？沈梦啲客家传统嘅坚持，继续做下去哦，吼，啊有限这个来，好啊，做相关啊，人美食做限做到乜程度？好冇？好，这件事梦嘢哦，哈。好。我同观众朋友讲，人生滋味当多，不管係初恋的滋味，也係講傳統的美食。樣板的美食，唔是家客廳，人生的味道自家來把握，好冇？家家有食，空檔時間一天的數看哦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，沈夢啊，乾杯乾杯，拿杯灑哦，來乾杯，乾杯哦，沈夢啊，沈夢，桑葚汁哦，桑葚原汁。客家料理啦，客家美食了种东西啊，迄个客家精神文化的精髓啊。希望大家唔爱的人尽量学，爱的人尽量教，本了就一直传承下去，而且汉摆的客家文化样有越来越好，也欢迎大家来国际慢城男装来抽了什么。